高雄旗山码头山年初是去互乌白岛本所，这7个偷渡的人煞无伫咧限制时间来清好势。今仔日早起，环保局已经先去清，后山嘛会甲即寡行为人讨费用，追究责任。 细只怪手甲带伫咧土地废弃物卡入去太空包内底，装填了后，再搁用大只怪手吊去边仔坑，准备再去处理厂。码头山防偷渡的废弃物，7位行为人无伫限期来清完。22透早，环保局随派怪手来乌土装地。环保局讲，受影响的土地有3地，总面积大约1000多平方，因会正式发文予地主限期清运。因为其中1地是市府的，会当代行来清。对此，环团认为，行政董事来去伤了时间，市府爱直接申请，通搁等。阮拢袂食袂困真呢。阮若受着风甲雨要来啊，污染就伫遮啊。阮逐工就暴露伫即个环境的迄个危险的当中啊。是啊，阮希望政府爱随甲阮清好。 环保局表示，因为清运的费用爱甲行为人甲地主讨，所以有一定的行政定数。若是无来清，由市府代替清运，后续的费用会当强制执行，甚至拍卖这2块土地。环保局强调，因为无共的废弃物处理费用也爱分开算，亲像阿鲁米的废弃物一栋就爱4万，现场到底大偌深，量有偌济，爱开偌济钱，拢爱等全部处理好势才会知。要等到整个开挖出来的数量，好，然后再看一下它的种类，好之后才有办法很详细的去评估。这也是为什么要代理询完之后，我才会能够把真正的所有的执行的一个金额，然后再跟所谓的行为人或者是地主来这边要求缴纳多少钱。对咧清运速度爱紧，环团也碰现场的保护措施无做好，遮侪篷布拢破空，若是风太雨搁落落去，污染物会对咧渗入去土地。环保局表示，这部分有要求施工人员爱加强改善。记者邝家族、柯兆勇、高永昌报道。